就是不能感冒啊，然后当天要做一个实际上的测试，你要通过合格之后，我们才去做一个实际的采样。当天我们会进行6种气味的一个测试，对，像是什么花香味、粪臭味或者汗臭味，做一个试验之后，我们才能通过当天的检测。环保署它有一个免付费专线，就0800066666。就是3个0、5个6，就可以把电话转到环保局，我们会立即派人去现场去稽查。那现在透过这种人工的用人的方式，我们的那种官能检定师去用嗅觉的方式去检测，那相信可以帮忙排除掉很多以前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这很好啊，加上那个科学仪器的辅助，还有我们人的一个实际判定，专业的后鼻筛来做测定，我觉得还蛮客观的。那坦白讲，我们人本身的官能就是一个很多仪器是无法取代的。那有时候还是要借助我们人天生的这种官能的器官。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现今民众对空污的重视越来越高，对异味的检举也越来越多。不过，严重的臭味通常都发生在深夜，在采验上就会受到时间的限制，严重影响取缔的效果。台南市府环保局筹备异味污染物官能测定室，培训闻臭师可以随时配合稽查的需求。另外，为了遏止西北地区的恶臭问题，环保局也派驻人力驻守新营，为民众的空气品质把关。现在就让我们听听环保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环保局局长谢世杰。今天呢，在现场的是我们的异味污染物官能测定室的一个揭牌的活动。当然，这个活动是其次，重点是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能。那我们呢，台南市呢，每一个月的陈情案件呢，光是异味的部分大概有将近700件，所以呢，不好闻的东西呢，造成市民朋友呢在生活上呢有一些困扰，不管是这些油烟味啦，或是这些鸡屎味啦，工厂排出来这些废弃物的味道啊，这些呢都会造成市民的困扰。那为了解决这些困扰呢，我们除了在采样去稽查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做及时的处理，也就是说采样回来之后，我们的官能测定室呢能够去马上去分析它这些污染的状态。然后依据这个状态呢，才能够去做采罚跟后续的处理。所以呢，官能测定室的成立，我想对我们以后台南市的空气品质的提升有一定的功能跟注意。那也期待呢，市民朋友呢，在各项环保的部分呢，给我们环保局更多的支持。那我们一起创造台南市美好的生活环境。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1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虽然爱到5月以后才是容易发生水灾时期，不过安南区公所提早做好准备，将原本用帆布来放沙包的所在，一步一步要换做货柜。除了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搁将货柜设计真侪防灾教育的宣导，非常的醒目有创意。律师对抗伫安南消防分队后面空地，风信机要紧急调度的1万个沙包，但因为帆布是环保材质，长期日晒容易腐气溶液，污染环境，加上落雨嘛容易积水，成为病媒网的主成员。所以安南区公所为了改善现况，嘛增加防尘沙包的使用效益，争取设立新的货柜来准抗。经过协调，目前放伫本年一家停车场。希望公里一步一步完成。区公所在我们海东国小西侧的停车场设置了我们防灾沙包的一个存放所。过去我们的沙包都置放在地上，还有帆布的覆盖。那么经过日照雨淋会让我们的沙包的使用的寿命会减短。那同时对于环境也有所影响。所以，我们安南区公所特别向市政府申请补助，来设置我们以货柜屋来取代原有的一个存放的方式。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我们安南区的市民朋友能够来取用
原本公所采购就是单纯的货柜，结合油漆嘛正式铁门，方便整备甲民众领取。经伫外观设计防灾资讯的教育宣导，和整个货柜焕然一新。呼吁大家能够透过我们外观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宣导的资料，让大家连接到各市的官网，能够掌握各种灾害的资讯来达到平时的一个防灾的准备。达到减灾的一个目的。那么也呼吁大家，沙包使用完毕之后，一定要送回我们指定的一个沙包的置放点，让我们沙包能够重复的使用，也避免对环境的影响。安南区为了预防地势较低所在淹水，到目前51里就设有61个沙包存坑点，一天采购3万包，2万包会伫风信期分散到各里。公所再次提醒，有需要里面依照规定来领，更要好好珍惜防灾资源。今日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伫新营开工场已经超过30档的头家陈冠洲，为了响应政府推动中高龄就业专法，聘用超过50成中高龄的员工。这款热心的作为，也让这间企业得到劳动部公开办法促进中高龄就业的绩优奖，表示肯定。主要生产小猪甲特种面料的制作厂，需要专业的技术甲经验。做感什么是头家认为，只要员工有体力、愿意做，并袂因为是中高龄，拢欢迎留来做伙拍拼。所以头家不止一口气录出30几位中高龄员工，也引进电动拖板车等自动化设备来减轻员工负担。手工的就是做了一整天就是手要动也做一整天，就是腰，因为做久了腰本来就是会不舒服啦，手也是会酸痛啦，就是自动化了以后差很多啦，就是体力负担会少很多啦。每年在尾牙的时候，我都会跟同样讲这么一句话：咱今年围炉的时间更高了，因为你们都是我的一家人。我也是跟所有的员工讲，只要你有体力，你愿意做，你还想做，欢迎你们留下来，一起走下去。因应中高龄就业专法2020年12月初上路，鼓励相关人才进入职场。所以洪嘉南分署嘛相当肯定该企业成为中高龄的幸福企业。东轩公司很不容易那禁用中高龄的劳工朋友就达到50%。那也提供了很多的友善的设施可以是我们台南地区的幸福企业。那在这边呢，我们鼓励事业单位的朋友可以多给中高龄朋友一些机会。那他们的工作经验以及稳定性、忠诚度都很高。又说这款2020年由洪嘉南分署所辅导的幸福企业，总共8间，拢得到劳动部推动中高龄就业绩优的奖项，而且总的奖数就占全台5成，相当难能可贵。今日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为雅国游艇码头起家餐酒馆，因为看好东区的市场，特别进驻南旁购物中心的旅馆，9号正式开幕。东港除了市长甲议长出席以外，多位立委甲议员嘛拢到场祝贺。业者表示，希望透过餐酒馆的4大要素——餐饮、艺术、音乐、流行，会当打造台南的餐饮新生活。3、2、1。伫甲拜仪式后，象征这间全新的微醺餐酒馆正式开幕。会使看到开幕的现场，市长王伟霆、议长郭信良，甲侪位的立委议员拢到场见证。这间微醺餐酒馆成功进驻南胖旅馆，特别打造一个优雅的环境，希望互来用餐的民众会有无同的体验。其中微醺餐酒馆有4大特色：餐饮、艺术、音乐、时尚，这4个元素拢是来自台南本身的特色。我们微醺餐饮集团的4大核心价值，其实第一是餐饮，第二是音乐，第3是艺术，第4是时尚。那为什么选择这4大价值？其实都是发自于台南的一些优势。其实台南大家都知道，台南府城是美食之都，那其实就很多小吃。但其实像我们有机会到台北或国外去看到很多餐厅，其实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体验到这样的美食。所以餐饮既然是餐厅，餐饮的价值是最基本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餐饮。第
第二个是音乐跟艺术，是因为其实台南地灵人杰也出了蛮多音乐的人才，或者是艺术的人才，像李安导演、谢明佑，还有很多我听到的业界前辈。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玩音乐，所以我就集结了一些音乐界的朋友，那一起来帮我们把微醺体验用餐的时刻更多的一个音乐的价值在里面。但是除此之外，其实我们的下午茶的时段，我们更希望营造出艺术的价值。所以像今天就是一个艺展的结合跟爵士乐的结合，那艺术一些画作创作，其实也是结合下午茶是蛮好的一个结合。所以其实微醺这时尚就是我觉得来参加我们活动的人，我们都有一些 dress code， 像我们开幕的时候就是英伦风，那我们跨年的活动我们就是大亨小传，我是大明星这种概念。所以4大价值结合起来就是微醺餐饮的一个主要营运的方向，跟希望带给台南或者是来台南玩的来观光的朋友能够体验到不一样的餐厅的氛围。会号名微醺，并不是啊民众一定爱啉甲醉，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透过艺术、美食、音乐等无同的面向，互心情放松。其实微醺刚刚那4个价值，其实不外乎就是让你在用餐的时候，你可以体验到吃的艺术、听的艺术跟看的艺术。大家会对微醺都讲说，这是一支卖酒的，其实不是的。微醺是一种，我们常常讲说，人生是人生是一种态度，享受是一门艺术，这是我个人推崇的。那我会觉得是有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微醺，代表的是放松，去享受 the moment，enjoy the moment， 所以是当下的一个放松跟当下的一个享受，所以这才是微醺真正的价值，而并非只是一个简单喝酒的地方。是一个让你一旦从进来视觉上，从装潢，就已经微醺了。然后我们音乐再下去，听着爵士乐或者是 romantic 或者是 blue jazz 这种音乐，你耳朵也微醺了。最后我们餐点上去，你吃了连你的味觉也微醺了。整体的一种极致的放松、舒服的享受，这就是微醺。现在店内也准备了艺术家谢依珊的作品展览，互民众伫用餐的时阵也会使欣赏艺术，会使看到店内的装潢相当的典雅，用色也非常的简单。这几种色彩其实拢是配合店内各种专业来设计的。除了在装潢上，我们延续雅果店的一个英式复古墨绿金边，墨绿跟迷金的一个色调。在微醺南坊这边，我们更加了深蓝跟酒红的元素。那其实墨绿、金边、深蓝、酒红其实都有它的含义。墨绿我们是体贴，迷金我们就是一种尊贵，深蓝是专业，酒红是放松享受。所以4大装潢颜色的基调，也代表我们4个要去服务的标准的方向。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去希望用色系就来呈现。来到店内听到优美的音乐演出，搭配美食，就是一种享受。加上户外空间也适合伫天气好的时阵来体验。当市长强调，这间店是为大家所打造的，只要有需要，不管是啥物活动，拢会使来甲因讨论。因除了提供服务，上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打造台南餐饮的新生活。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由市府农业局甲大成长城公司共同举办的年会市集，号召新农人到场摆搭，推广台南在地农特产品。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除了亲身购买商品，也呼吁市民踊跃选买，支持优质的农特产。由大成长城公司甲市府农业局共同举办的年会市集，今年迈入第4档，9号、10号2天盛大来举办。这届也扩大规模，安排900档的摊贩，其中也有30个新农人甲农村再生的单位。现场会使看到真侪民众踊跃来参与，同时也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食用者甲量体温以及挂喙罨。为了让大人甲小朋友拢会使共同享受这个市集，现场也规划了气垫城堡甲闯关游戏等。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除了肯定企业的付出，也予以购买现场的产品，用行动来支持新农人甲弱势团体。大成公司是一个深耕在地的企业，然后他今天让很多新农人、很年轻的刚从事农业的一些年轻新农、青农一起来这边一方面摆摊，一方面算是一个嘉年华会，让许多人一起来。
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一个意义在于相挺新农人，第二个意义在于提倡本土猪，第三个意义在于大城本来就是一个深耕地方非常好的一个对于环境友善我们希望说能够落实对环境友善的一个企业，所以呢，我们期待能够有更多的包括这个弱势的朋友们，或者是包括在地的朋友们，或是包括一般市民朋友们，都一起来参加这个嘉年华会，一起来相挺本土猪肉，一起来相挺新农人，一起来相挺本地的企业。活动当天，大城长城也加码原油更给员工，希望员工会使用行动来支持新农人。农业局也指出，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民众伫厝内煮饭的时间变多所以农业局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台南在地养生料理，并制作成为食谱，鼓励民众多多向在地新农人购买食材，体验煮菜的趣味，同时也会使支持台南的农特产品。台南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历史悠久的泰迪熊，上早是用来安搭囡仔情绪的红仔，到现在已经成为收藏的精品。看准这个品牌相机，台南一间在地企业，伫10月当前就买下该品牌权利，希望带予大家欢乐，同时结合各行各业，世界做爱心。看到泰迪熊古锥的模样，相信不管大人囡仔拢会做介意。伫厝伫台湾总代理的经典泰迪熊公司，也是咱台南的在地企业。当年除了在商言商，甲5星级酒店合作推出主题单房来吸引消费者以外，该企业10月当来嘛试过做公益，除了配合市府过年期间伫新华楼街拼观光经济，那配合社会局甲会计师工会主持音乐会，要来销送。用捐发票唤起大家对弱势团体关心。那只要公部门办，我们就一起来做公益。那这个品牌基本上我们公司都买下来了，所有的权利。所以像台南市金鹰酒店，有一只大只的泰迪熊，你进到金鹰酒店的 lobby 就看到了。那金鹰酒店里面有6间泰迪熊主题房，目前是全台湾唯一的泰迪熊主题房。所以非常有特色。那我们跟11住行娱乐各个行业合作，那基本上一个行业我们只选一个合作方，作为我们泰迪熊的所有的相关产品等等。那未来我在东南亚，我们也会陆续的推出这个品牌所有的好玩的地方。当然，总经理本身嘛是熊粉，加上该品牌吸引力实在太大，所以未来嘛将进军东南亚，以上健康、上幸福作为出发点，持续结合公益行动，再予大家欢乐。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一名60岁女性，因为一段时间膀胱会胀会痛，佮真够力，被怀疑是尿道上压，所以动手术。毋过却无改善，后来经过机密医学中心的诊断，才发觉是间质性膀胱炎，再次做手术才改善症状。间质性膀胱炎也就是俗称的膀胱疼痛症候群，是一种临床的症状组合的统称。伫台湾的盛行率，对2002年为10万人有21.8，提升到2013年40.2位，其中女性是男性的3倍外。而且容易发生在65岁以上，因为间质性膀胱炎不是单一的病因所造成，而且治疗上有分传统的药物治疗、膀胱灌注、肉毒杆菌的注射、膀胱切除等。针对这个间质性膀胱炎，当然我们临床上可以分成2大类哈。
一种是溃疡型的。溃疡型的话，其实比非溃疡型更少见。那在治疗方面的话，大概就是说我们针对一个非溃疡型的去探讨哈。大概我们分了好几线的治疗。第一线的话就请病人就是可能在保守治疗，比如说就是饮食的部分，可能要就是做一些调控，这些摄取比较没有那么高钾的食物，避免这个高钾的食物，因为钾离子太高的话会刺激膀胱的黏膜，表皮造成更不舒服。因为避免一些比较刺激性的，比如说咖啡、茶叶等等。再来的话，可以就是做一些就是压力的放松，就跟病人卫教不要太压力，尽量就是减缓这些生活上的压力。除此之外的话，可以用一些药物的治疗了，但药物治疗往往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同时会帮病人做一个麻醉下的膀胱水扩张术，去看看是不是一些溃疡型还是非溃疡型的。如果但是溃疡型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帮他做那个溃疡的烧灼，烧灼之后把一些发炎的一些黏膜烧完之后，它会改善很多。医师强调，间质性膀胱炎是一种慢性、容易来复发的疾病，而且目前还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只会用个耐心来改善膀胱的痛痛、急尿、甲高尿等，才能提升病人的生活品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荧光显影辅助影像系统是伫个手术当中配合使用荧光药剂，即是提供医师会当清楚的掌握肠仔血管的组织结构，降低手术并发症的发生。咱做伙来了解。新台病医一位86岁罹患大肠癌的女性，伫接受手术治疗时阵，经由荧光显影辅助系统的帮忙，发现原本肠仔要手术的位置血管流量无够好，所以手术医生当下就决定要加切断一段肠仔，并找到血液流量较好的所在才做手术，避免手术的所在有效无完整而泄漏，造成并发症的可能。我们在做肠道的血管的评估，以及后续肠道吻合处后续的血管的供应量的评估，都可以达到比较优良的评估成果。对于一些术后是否会造成渗漏，我们会有更有客观性的一些评断工具可以来做评估。因为基本上大肠直肠癌在我们国人是比较常见的癌症之一啦。早期发现可以早期治疗。对于术后的一些吻合处的并发症发生的话，我们当然会希望越低越好。加上这个荧光显影辅助系统的话，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吻合处的渗漏，有更好的降低这个几率的可能性。之前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肉眼来做评估啦，就我们用肉眼评估这段的肠道的血液的循环好不好。如果 OK 的话，我们接起来就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加上这个的话，我们有用另外一种评估方式来决定说，我们接完之后，它血液循环够不够，够不够理想。如果不够的话，我们是否要做下一步的处置方式？像是说可能需要重接或者是说我们预防性做个大肠脏直性造口来保护这个接口，这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手术当下的决策这样子。林伟霆医生指出，大肠直肠癌发生的原因跟个人饮食改变有关系，因此平常时就要避免高热量、高糖、甲高脂肪的饮食。伊嘛提醒民众，若是发现有血便，或者是排便习惯改变等，建议到大肠直肠外科门诊下巡，会当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1度到16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